来看地球公民基金会为着要监督违章的工厂，因开发出一款手机的游戏，透过比对无同时期卫星空拍图，要来找出农地新出现的违章工厂。靠众人的力量哦，今年5月初游戏上线了后，就已经找到184笔的农地违章咯。 透过游戏来找违建工厂，地球公民基金会甲居林美社群做伙开发农地违章工厂的回报系统，从2017年到2020，农委会对农地资源盘销的投资加做所在，自今年5月开始，就超过6000人次来参与，就公民力量找违章扩厂。其实就是希望借由公民协力，一起来揪出新增建的黑数。 并且找出我们到底哪里是台湾国土流失的这个重灾区。基金会表示，因先列出6000笔技术工厂的点位，互民众斗找，然后因会阁再次确认，选出面积超过1500平方公尺的大型厂房，到现场勘查，再向县市政府来检举。游戏就线到达，已经找出184笔的农地违章甲扩厂，分别伫台中、台南、高雄、彰化这4个热点。 参与的民众甚至有小学生，他不管是说透过这个去了解这个议题，然后去了解自己的身边，还是说他真的去点击了以后，帮助收集这个数据，他都可以真实感受到他是再去参与，然后作为一个公民应该要做的责任。 基金会表示，游戏除了鼓励民众参与守护土地，嘛呼吁地方政府应该补充人力，积极追查，未来嘛会随着投资变更，继续更新软体，让全民做伙监督政府。记者陈阿布里小凯台北采访报道。